過去嗰幾年，好多客戶幫我買 Perth 同埋 Brisbane 咧，其實都賺到盆滿缽滿噶啦。有啲客戶甚至乎係賺咗1倍嘅升幅喎。咁但係隨住 Brisbane 同埋 Perth 呢兩個城市獨樓嘅樓價差唔多超過100萬嘅時候咧，好多客戶都問：咁我哋而家仲有啲咩選擇呢？喺澳洲買樓好似越嚟越貴咯，咁所以嗰啲60-70萬嘅獨樓屋喺澳洲嚟講，可以話係買少見少噶。咁呢幾年除咗係 Brisbane 同埋 Perth 呢兩個城市係升好多之後呢，其實仲係有另一個黑馬嘅城市係暴漲得好誇張噶。根據2024年春季價格預測嘅指數咧，阿德萊德同埋南澳地區係全國表現最亮麗嘅房地產市場之一嚟㗎。CoreLogic 嘅年度報告更加顯示啦，阿德萊德嘅曼巴卡創下咗阿德萊德地區全年最高嘅房屋銷售總量啊，總共係有3.725億澳紙㗎。而曼巴卡係好多年輕家庭同埋首次置業者嘅熱門選擇嚟㗎，有好多年輕嘅家庭同埋首次置業者都衝去曼巴卡嗰度買樓㗎。根據數據顯示，曼巴卡嘅獨樓屋中位數由2015年嘅39.9萬升到去而家嘅79.1萬澳紙，已經係升咗97.9%。過去一年升咗13.4%。咁除咗樓價上漲之外咧，租金亦都係同樣亮麗㗎。獨樓屋同埋公寓嘅租金每年嘅增長率分別係達到6.9% 同埋15.6%，空置率咧都淨係得0.8% 嘅水平嘅啫。咁甚至乎澳洲嘅報紙 SBS 亦都將曼巴卡評為澳洲未來房價最具增長潛力嘅新興郊區之一。咁點解曼巴卡呢個區會係2025年仲值得關注呢？